做伙读圣经，今仔日6月21日，咱做伙来读历代志下卷第25章到第29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25章，亚玛谢即位的时25岁，伫耶路撒冷做王29年。伊的老母叫做约雅但，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做上主看做好的事，毋过心无专一。伊的王权一个坚固，就将杀死伊老爸犹大王遐个人神处死。毋过伊无杀死遐个人神的囝儿，是照摩西律法的册所记载上主的命令，毋通因为囝儿的所做甲老爸处死，嘛毋通因为老爸的所做甲囝儿处死。逐个人着因为家己的罪死。亚玛谢召集犹大人民，照宗族伫犹大甲便雅悯支族设立出1000人，也是100人的军官。伊点算20岁以上特选的兵有30万人，因拢会当举枪摕盾牌出阵。伊阁用3400公斤的银，对北国以色列请10万个勇猛的战士。有一个上帝重用的人来建议讲：王啊，毋通互以色列的军兵甲你做伙去，因为上主无甲以色列人，就是以法莲的后代同在。你若一定要安尼做，无论你安怎奋勇作战，上主嘛会互你大输，因为上帝会当互人赢，嘛会当互人输。亚玛谢问上帝重用的人讲：我已经用3400公斤的银，互以色列的军队，遐个银要安怎？上帝重用的人应讲：上主会互你搁较济。亚玛谢就改线对北国以色列来的军兵，叫因倒去因兜。因对犹大人真生气，气噗噗倒去因兜。亚玛谢坚强起来，带伊的军兵出去到盐的山谷，杀死1万个以东人。犹大人搁活掠1万人，将因带到山坎顶面，对遐甲因车落去。因拢摔甲碎骨分尸。遐个互亚玛谢改线的以色列军兵，煞攻击撒玛利亚甲伯和伦中间的犹大城镇，杀死3000人，搁抢真侪物件。亚玛谢趁赢以东人倒来，带因的身上踩做神明，甲因跪拜烧香。因为安尼，上主对亚玛谢发大生气，就找一个先知去建议讲：遐个外族的神明拢袂当救因的人民脱离你的手，你是安怎求问因？伊甲王讲话时，王甲伊这话讲：点去，啥人设你做王的参谋？你爱死哦！先知就点去，毋过阁讲：我知上帝决定要甲你消灭，因为你做这个代志，阁毋听我的劝诫。彼时，犹大王亚玛谢甲伊的参谋参详了，派使者去见亚户的孙约哈斯的囝以色列王约华斯，讲：来，咱来战场拼输赢。以色列王约华斯派使者去甲犹大王亚玛谢讲：黎巴嫩的草刺找使者去见黎巴嫩的伯乡乡，讲：你的查某囝，互我的囝做某。后来，黎巴嫩有一只野兽经过，甲草刺践踏。你已经趁赢以东，心就骄傲丧势。你踮恁兜享受你的阳光就好，若要惹灾祸，互你本身甲犹大国做伙灭亡。毋过亚玛谢听袂落去，
这个代志是出自上帝，要将因交互对着，因为因求问以东的神明。对安尼，以色列王约华斯上来，伫犹大的伯示麦甲犹大王亚玛谢交战，犹大互以色列拍败，逐个人走倒去因兜。以色列王约华斯伫遐掠着犹大王亚玛谢，伊是约哈斯的孙，约阿斯的囝，甲伊带到耶路撒冷，佮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对以法莲门到甲门约200公尺。约华斯将王宫的财宝甲俄伯以东的后代所固守上帝圣殿的金银器具拢摕去，佮掠人做银质，才倒去撒玛利亚。约哈斯的囝以色列王约华斯死了，约华斯的囝犹大王亚玛谢佮再活15年。亚玛谢其他的事迹，对头到尾拢记载伫犹大甲以色列的王史。对亚玛谢偏离无缀上主了后，伫耶路撒冷有人计谋要害伊，伊就逃走去纳吉。因派人入到纳吉，伫遐甲伊杀死，人用马载伊的尸体倒来，将伊安葬伫犹大的城列祖的墓地。第26章，犹大的人民设立乌西亚，续接伊的老爸亚玛谢做王。迄时伊16岁。亚玛谢王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乌西亚收回以约归属犹大国，佮甲伊收建。乌西亚坐位的时16岁，伫耶路撒冷做王52年。伊的老母叫做亚克尼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做上主看做好的事，照伊的老爸亚玛谢的所做去做。教导人敬畏上帝的撒加利亚在世的时，乌西亚王祈求上主，伊祈求上主的日日，上帝予伊行通繁荣。伊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加德、亚比尼甲阿什突的城墙，伫阿什突地区甲伫非利士人的中间起骨力的城。上帝帮助伊拍败非利士人，甲住伫高尼巴勒的阿列伯人，以及米欧尼人、阿文人甲乌西亚进贡。乌西亚的名声透到埃及，因为伊非常强盛。乌西亚伫耶路撒冷的角门、山谷门甲城墙西角的所在去坚固的城楼。伊伫旷野去修望台，佮挖真侪水池，因为伊伫山坡甲平原有真侪精神。佮伫山区甲肥的土地，请人种植甲整理泡汤园，因为伊真爱种植。乌西亚有真侪训练有素的军队，因拢经过书记、亚利甲副官马西亚点算，受王的将军哈纳尼亚指挥，会当随时分队出去作战。这用命战书的族长有2600人，伫因的手下有军兵307500人，拢是勇猛的战士敖小镇，帮助王攻击对敌。乌西亚为着全军准备阵牌、枪、头盔、阵甲、甲弓，以及买你的节。伊阁伫耶路撒冷请敖的师傅设计机器，安伫城楼甲城墙的西角，用来射箭、捏大地石。
欧西亚的名声传到真远，国家真强盛，因为上帝帮赞伊。欧西亚强盛了后，心就骄傲，直到衰败，得罪上主伊的上帝。伊入去上主的圣殿，要伫香坛烧香。这时艾撒尼亚带上主勇敢的祭司80人对欧西亚入去，阻挡王，甲伊讲：欧西亚，烧香予上主，毋是你应该做的代志，是祭司阿伦的后代受分别来做的职务。你着对圣殿出去，因为你已经犯罪，你袂当得到主上帝予你的尊荣。欧西亚手提香炉要烧香，一个听到就对徛伫上主殿内香坛边遐个祭司发生气。迄时伊的头家忽然去麻风，大祭司阿撒利亚甲所有的祭司看到伊头家去麻风，就甲伊赶出圣殿。伊家己嘛赶紧离开，因为上主降灾祸予伊。欧西亚王得到麻风到伊死的日，因为麻风受隔离，袂当阁进入上主的殿。伊的囝约旦管理王家的事，治理国政。欧西亚其他的事迹，对头到尾有记载伫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的册。欧西亚倒去伊的列祖遐，人讲伊得到麻风，就将伊安葬伫列王墓园边仔的墓地。伊的囝约旦续接伊做王。第27章，约旦继位的时25岁，伫耶路撒冷做王16年。伊的老母叫做耶路撒，是撒督的查某囝。约旦做上主看最好的事，照伊的老爸约西亚的所做去做。不过，无亲像伊的老爸入去上主的殿烧香，人民的所做犹原败坏。约旦去上主圣殿的上门，伫耶路撒冷的俄斐勒扩建城墙。搁伫犹大山地起城，伫树林内起要塞甲守望台，伊甲阿文人的王交战，得到胜利。迄年阿文人进贡银3400公斤，大麦甲小麦各1000公吨。第二年、第三年嘛安尼进贡。约旦渐渐强盛，因为伊坚定顺服上主伊的上帝。约旦其他的事迹、战争的记录，甲伊的所做，拢记载伫以色列甲犹大的王史。伊继位的时25岁，伫耶路撒冷做王16年。约旦倒去伊的列祖遐，安葬伫大卫城。伊的囝阿哈斯续接伊做王。第28章，阿哈斯继位的时20岁，伫耶路撒冷做王16年。伊无亲像伊的祖先大卫做上主看最好的事，颠倒去行以色列遐王的路，甚至铸造巴力的神像，伫希伦主山谷烧香，烧伊的囝儿献做祭，而上主伫因面前赶出的列国所做可恶的事，搁伫山头段逐个山轮仔，逐丛青翠的树下面献祭烧香。阿哈斯犯罪，上主伊的上帝就将伊交伫苏利亚王的手，苏利亚王甲伊拍败，掠伊真多的人民去大马士革。上主阁甲伊交伫以色列王的手，杀死真多犹大人。利玛利的囝以色列王比加一日的中间杀死12万个犹大精兵，因为因弃杀上主
因列祖的上帝。有一个以色列的勇士谢基利，太子王的囝马西亚，管理王宫的阿苏利甘，甲宰相伊利加纳，以色列人掠因的兄弟犹大人，包括妇人人、囝、查某囝，共20万，搁抢真侪战利品，带去撒马利亚。伫撒马利亚有一个上主的神祗叫做俄德，伊出去迎接遐个转来撒马利亚的军兵，甲因讲：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对犹大生气，所以将因交伫恁的手，恁竟然受气拄天，害死因遐侪人。但恁想要强迫遮的犹大人甲耶路撒冷人，无论男女，拢做恁的奴隶。安尼，恁减毋是得罪上主恁的上帝？就听我讲，恁掠来的是恁的兄弟姊妹，着放因倒去，因为上主的大生气已经临到恁。对安尼，有骨力的以法莲的领袖，就是约翰兰的囝阿撒利亚、米什利米的囝比利加、撒龙的囝以西加，甲哈迪来的囝阿玛撒起来阻止遐个对战场倒来的军兵，对因讲：恁毋通将遮个俘虏带来遮，咱已经得罪上主，恁想要搁加添咱的罪甲过失是无？咱的罪已经真重，有上主的大生气临到以色列啦。对安尼，军兵就伫遐个领袖甲会众的面前，将掠来的人甲战利品交出来。顶面迄4个首领就起来，照顾遐个受掠的人，对战利品摕衫甲鞋，互烫摕会穿，佮互因啉食，用油甲因抹，互行袂去的骑驴，将遐个受掠的送去樟树城耶利哥因的同胞遐。后来以色列人就倒去撒马利亚。迄时，阿哈斯王派使者去见亚述遐个王，请求因援助，因为以东人过来拍犹大，掠真侪人做俘虏。非利士人嘛来侵犯西边山坡甲犹大南边的城镇，攻占别是马、阿雅伦、基底罗甲苏哥、丁拿、景色遮个城甲附近的庄舍，搁住伫遐。上主为着犹大王阿哈斯的缘故，互犹大衰微，因为阿哈斯伫犹大南山罪，背逆上主。阿述王提吉拉比列色上来，无帮助伊，颠倒甲伊欺压。阿哈斯对上主的殿、王宫甲官员的家，摕财宝送互阿述王，毋过阿述王无要来帮助伊。阿哈斯这个王伫危急的时，愈得罪上主，伊献祭互拍伊的大马士革的神明。伊讲，因为叙利亚王的神明帮助伊，我嘛要遮个神明献祭，互因帮助我。毋过遐个神明颠倒，互阿哈斯甲全以色列人民衰败。阿哈斯将上帝圣殿的器具拢一挖来，甲因拍碎。伊阁将上主圣殿的门关起来，伫耶路撒冷逐条街路的西角起祭坛。伊阁伫犹大逐个城起山头坛，烧香互别个神明，惹上主以下列祖的上帝生气。阿哈斯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对头到尾拢记载伫犹大甲以色列的王史。阿哈斯转去伊的列祖遐，人甲伊安葬伫耶路撒冷城，无葬伫以色列诸王的墓。
伊的囝希西家续接伊做王。第29章，希西家继位的时25岁，伫耶路撒冷做王29年。伊的老母叫做阿比亚，是撒加利亚的查某囝。希西家做上主看做好的事，照伊的祖先代笔一切的所做。希西家做王迄年的正月，伊开上主圣殿的门，进行整修的工作。伊调集遐的祭司甲利未人来圣殿东边的广场，对因讲：利未人，听我讲，恁着家己圣化归上主，嘛着将上主恁列祖的上帝殿分别做圣，将圣殿所有的污秽摒清去。因为咱的祖先有犯罪，做上主咱的上帝看做歹的事，去杀伊，无伫伊上主徛起的所在。因个关圣殿走廊的门，无点灯火，无伫圣所烧香，无献烧化祭予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所以上主的大生气临到犹大甲耶路撒冷，予因受人讥笑，予人惊吓，感觉恐怖，亲像恁亲目看到安尼。所以咱的祖先予人杀死，咱的某囝嘛予人掠去。现在我决定要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立约，互伊无搁对咱发大生气。我的囝毋通搁放外，因为上主有拣选恁徛伫伊的面前服侍，对伊烧香献祭。对安尼，下面遮的利未人拢起来，高合宗族阿玛撒的囝马合甲阿撒利亚的囝约尼。米拉利宗族阿伯底的囝基斯甲亚哈利列的囝阿撒利亚，计顺宗族辛玛的囝约哈甲约阿的囝伊登，伊利沙范宗族辛利甲亚利，阿萨宗族撒加利亚甲马塔尼，希曼宗族亚希甲示每，亚杜顿宗族示玛雅甲乌西。因调集因的亲族，洁净家己，照王的命令，根据上主的话，入去洁净上主的殿。祭司就入去洁净上主的圣殿，将殿内所有污秽的物带出去上主圣殿的埕。利未人搬这的物去迄伫吉伦溪谷。洁净圣殿的工作对正月初开始，初八清到上主圣殿的走廊，因搁用8日继续洁净上主的殿，到正月16就完成。对安尼，利未人就去报告希西家王讲，我已经将上主规间圣殿献烧化祭的祭坛，甲坛所有的器具，放献祭的饼的桌，甲所有的器具，拢洁净完成。阿哈斯做王犯罪的时所弃杀的器具，原拢重新宽好势，献化归上主。现在拢摆伫上主祭坛的头前。希西家王透早起来，调集城内的领袖，拢来上主的殿，引牵7只牛犅、7只绵羊犅、7只羊羔、7只山羊犅，要为着国家圣殿甲犹大人民献做赎罪祭。王命令阿伦的后代遐祭司，将这的精生献伫上主的祭坛。祭司先抬牛犅，再抬绵羊犅，搁抬羊羔，将每一只的血溅伫坛里。最后，因将要献做赎罪祭的山羊犅，扛来王甲会众的面前。王甲会众就下手伫迄顶面。祭司抬遐山羊犅，用因的血做赎罪祭，献伫坛里，为以色列众人赎罪。安尼，因照王的命令，为以色列众人
献烧化祭甲赎罪祭。以西家照上主通过代表王的神眷加特甲先知拿单的指示，就是照上主通过正先知所吩咐的，派利未人提拔琴瑟伫上主的殿，利未人提大笔的乐器，祭司举喇叭做伙徛着。以西家命令伫这段献烧化祭，烧化祭一个献，因就唱歌称赞上主的歌，用喇叭，用以色列王大笔的乐器伴奏，会众拢敬拜，唱歌得吟诗，分扫角的伴奏，一直到献烧化祭结束。献祭结束，王甲所有在场的人拢向上主拍拜。以西家王甲遐个领袖，佮命令利未人用大笔甲先见阿萨的诗称赞上主，因就欢欢喜喜上赞，压头敬拜上主。以西家对会众讲：恁已经献化归上主，就进前来带祭物甲烧粉祭到上主的殿。会众就带祭物甲烧粉祭来，嘛有人甘心乐意带烧化祭来。会众所献的烧化祭有牛犅70只，绵羊犅100只，羊羔200只，这会拢做烧化祭献予上主。佮有分别做成的物，牛犅600只，绵羊3000只。毋过这是伤少，袂当剥所有烧化祭精生的皮，所以因会亲族利未人帮助因到献祭的事结束，佮听候这祭司洁净家己。对洁净家己的事，利未人比祭司较认真。烧化祭甲平安祭的油，以及甲烧化祭做伙献的奠酒祭真多，安尼上主殿内敬拜的事搁再恢复。以西家甲全体人民拢真欢喜，因为上帝帮助因，互因真紧完成这个事。咱今仔睇圣经节伫历代志下卷第25章到第29章。